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特的耶稣性命。
有相同会，你到三角行，更较需要我们伫第二种教会姊妹实在的地方。你的信心是互我同在，有时我欢喜快乐，我嘛爱分享，伫世间教会会当分享的兄弟，我甲忧伤人同忧伤，甲欢喜人同欢喜。愿阮教会无论分享以前，主永当伫阮中间。愿你的圣神来伫阮的教会做工，真侪主你赐予阮伫地面上的家，就是伫地面上天父家，就是阮的教会。阮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进入咱家己主日礼拜，请咱兄弟将行动电话关机，备办心，咱做伙来唱培情的诗。咱做伙来行福音正声。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耶和华赏赐恩惠甲阳光，伊未捌留一项好物，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万军的耶和华，我靠你的人有福气。请咱起立，齐声来吟圣诗第118首，我心俄罗上帝。
一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使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为人受苦，定死，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正上帝的上帝。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国无教会，圣和相通，罪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编开圣诗下面第1009页，启应文第8，嘛是诗篇23篇。我客请兄弟来吟。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咱做伙来祈祷。主恩典、行公义、信实、搁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主日礼拜，搁一届聚集阮同信的兄弟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伫圣殿事乐的音乐声中，阮的心渐渐定静落来。圣神伫心内唤起阮的感动，互阮搁一届体验上帝你的恩典甲怜悯。因为阮知，风会吹，雨会落，春花会开，蝴蝶会飞。既然是阮面前所看见的一切，无一项毋是出自主天父的创造甲恩赐。感谢主，伫阮的灵命中有特别的恩典，互阮知人的性命有受到时间的限制。阮伫地上的性命有一开始的时，嘛有结束的时。若照圣经所示，阮一生的年月是70岁，若是永壮，通可活到80岁。不管偌久，阮的活日总是有限，因为主所赏赐的日，是自阮出世了后，就每一时每一刻得减少，直到主伫阮身上所定着时若到。无一人会当因为伊的财富地位，或者是伊的德行品格，会当伫地上加留一世刻久。当阮的时到迄日，阮伫地上所累积的金银财富、社会地位，无论阮是活跳健康的，还是体育高毛病的，无论阮是毋是地方的恶霸、世界歹名声，还是普桥走路受到侪人的尊敬。当主所定着的时，若一日到，阮伫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拢伫迄时完全归转伫空虚中的空虚，就亲像所有代志敢若毋捌发生共款。
恳求主的帮赞，互阮伫短短的时日中，无看轻主所赏赐，你所赏赐的每一段时刻。虽然阮有时会因为拄着歹的境遇、艰苦的日子甲重担，互阮心内真正怨叹，总是恳求主，你赦免阮伫歹时阵的时，有犯着埋怨你的罪。反倒恳求主开阮的智慧，互阮无论拄着啥物歹的境遇，阮犹原会当用正面的态度，伫困苦的时，持守谦卑、忍耐，甲有仰望的心，体会主伫阮心中所下特别的旨意，互阮伫日后正做老练的人的时，会当照着阮的发见，讲出真正有利益人的话。恳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地上所做的代志，毋干那是利益家己，嘛是着爱有利益伫别人。因为阮知，无论是好也是歹，伫主的面前，阮伫地上所做的一切代志，无一项会当看捌，嘛无一项会当躲闪。阮安尼感谢甲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受受我平安，阿门。向歌队献诗，甲春风做伙行之年冬。
咱做伙来领受上主的话语。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2章41到51节。请咱兄弟编归现代台语译本和罗版新约第130页。路加福音2章41节。耶稣的爸母逐年拢有去耶路撒冷守搬过节。耶稣12岁时，因也照惯例上去。节期煞，因出发要转去。囡仔耶稣留伫耶路撒冷，伊的爸母拢毋知，想说伊是伫做伙行迄群人的中间。因行一日的路程了后，才开始伫亲族甲熟悉人的中间伫找。因找无，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3日后，才伫圣殿看到伊坐伫教师的中间，也伫听，也伫问。所有听到伊讲话的人，拢因为伊聪明的应答，感觉到真奇怪。伊的爸母看到伊非常着惊，伊的老母对伊讲：“囝，你哪通安尼对待阮？你看，你的老爸甲我真烦恼，一直在找你。”耶稣应讲：“你哪着找我？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不过，因未了解伊对因讲的话。后来耶稣甲因做伙转去拿撒勒，事事顺坦因。因的老母将这个代志拢藏伫心内。圣经读到这，下面请本会陈国成牧师为咱正道，天父赐予咱的家。姊妹大家平安。拄咱启应文就是咱的诗篇23篇内面有最后一个经节就是讲咱的一生一世拢有恩典慈悲对着咱最后一句讲，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要住伫上主的厝。对照今日的经节，耶稣讲，敢毋知我爱住伫爸的厝吗？我爱住伫爸的兜吗？愿主想帮助咱。其实上帝已经想述伫地上天父厝伫世间，就是咱的教会。透过教会，咱伫主的圣日来做礼拜，敬畏上帝，敬拜咱的上主。嘛，因为咱的教会伫遮，所以伫礼拜的透早，你对东南西北来到教会，这是礼拜日的时，教会诚做咱的中心。当咱礼拜煞，咱倒去到伫厝，你的生活的中心，伫你的工作，伫你的家，伫你所徛在的社区，总是想看觅啊，教会这种建筑物有缘要搁伫遮。愿上帝想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是天父想赐予咱。伫地面上，伊的家，咱同心来祈祷，听主，互阮会当听主你，帮助阮，上主你，互阮有恩典，有恩惠，来对阮一世人，互阮伫阮的心内宣告，我们永远踮伫天父的厝。祈祷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知影讲，这段经节就是耶稣12岁的时阵去到圣殿，去到耶路撒冷，对着伊的生父他的生父跟他的生母约瑟跟玛利亚，对着约瑟跟玛利亚来到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世界真出名的历史古城。照对大笔来起造耶路撒冷迄个时。甚至是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这座山遮就已经有人咧出入。这是一个真值得咱来思考，因为真做世界真侪宗教的中心。所以耶路撒冷原本是亚布斯，是代表王
来选定伊正做犹太王国的首都，佫会当称作台北的城，也是锡安。所罗门王起造第一座的圣殿，因为后来圣殿有毁坏，有第二圣殿等等遮的。所以当耶稣12岁过半过节，伊过节了后结束3日，无想要转去，到伫约瑟、玛利亚想讲，伊对伫要雕像的人的人群的内面，毋知影讲伊还佫伫圣殿内面。所以安尼，你要到山骹，也是讲你要到已经离开拿撒勒城落去啊，找无人，佫倒来找，安尼3日后伫圣殿来找到耶稣。所以耶稣可能这3日对伊得到真帮助，但是咱想看觅啊，耶稣30岁了开始传道，耶稣嘛无一定就伫圣殿啦。如果耶稣讲我要住伫白昼，安尼伊就30岁就住伫圣殿就好啊，敢毋是？伊就是伫遐，但是耶稣毋是。耶稣真做一个行动的教会。耶稣真做行动的布道教会，真做行动的新约教会，真做行动的救恩的教会。因为伊行到底，就有群众要来找伊，有人破病，有人艰苦，甚至有个人半暝来找耶稣。所以咱想看觅，耶稣伊的门徒有12个，伊的核心同工伊的中心的同工有12个。可是咱圣经有记载着耶稣嘛捌差遣70个人去传福音，是毋是？到底耶稣即间教会到底有偌济人？有人讲耶稣是全世界上界世经的教会，因为伊只有12个同工，12个信徒。耶稣嘛是上界，耶稣的教会可能嘛是世界上界世经的小组教会。因为耶稣讲2个3个安尼去传福音，也是讲见若有2个3个，伫地面上奉主的名祈祷。所以咱想看觅咱的教会聚会有100几个，咱的会员名册有200-300个，不管咱的会员搁安怎少，拢比耶稣的教会搁较济。但是耶稣行到底时，有5000个人来跟对伊，因为5个饼2尾鱼，这人得到饱。也有真侪人要来找耶稣，你想看觅？耶稣伊是行动伫世间上行动布道传道的教会，帮助咱，互咱知教会伫地面上无在伫人数，但是在伫得救的人数。咱知教会甲咱的圣殿是有所关联，因为对于亚伯拉罕起造这段，到伫犹太百姓伫埃及做会幕，到伫犹太王国了后，所罗门来起圣殿，到伫亡国了后，因圣殿被毁坏了后，有会堂。有个人无住伫犹太地，有人住伫离真远的所在。咱知伫后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欧洲足侪所在拢犹太人，受迫害犹太人嘛足侪。咱想看觅到伫会堂的时代，但是耶稣的时代嘛有会堂，嘛有圣殿，上时拢存在的事。但是耶稣的时代还未有教会，耶稣的教会这教会是耶稣过活了后，伊的学生开始传福音了后，开始有这教会的形成。所以这一脉相传，教会有这这段会幕圣殿甲会堂。咱今日所存在教会，是咱组织的所在，是要纪念耶稣7日头1日过活了后，咱守主的圣日。咱来到教会，咱知影讲，咱的教会可能离有的人住真远，住上近的人是啥物人？住伫楼顶去好上近。所以咱的教会嘛，为着住较远途的兄弟姊妹，恁开车来方便停车，咱努力嘛，上帝允许互咱其中有一个无咧使用的空间，互咱来使用。咱真侪努力，要互咱的兄弟姊妹
更较方便。咱看耶稣的时代，虽然会堂甲圣殿常时拢存在，但是耶稣嘛无因为讲圣殿足远的，就无爱去圣殿哦。因为照犹太人的咧，就是3个祭期，花果节、七七节、甲大寮节，3个祭期拢爱去圣殿去朝圣。咱去思考看卖啊，那毋是因为网络的直播，有网络的直播，我选择在家里面看直播比较舒服。想看卖啊，耶稣嘛无因为会堂较方便，伊就无爱去圣殿。但是咱想看卖啊，咱嘛莫因为有足方便的网络，怎无爱来教会礼拜？真侪教会伫后疫情时代，拢咧努力一个方向甲目标，就是安怎互实体礼拜恢复甲伫疫情进前的情况。有的教会已经做到啊，但是有的教会还搁咧努力。我相信咱的教会还搁有真需要努力的所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天父独生圣经耶稣基督用伊保护起做了咱现在的教会。因为使徒时代教会就是起做者的顺道者的新旧。现今咱是来到地上，天父所赏赐互咱的家，咱会当做伙三到伫遮来敬畏上帝，来敬拜上帝。咱知影 home 英语的家叫做 home。家庭叫做 family，house 就讲迄栋厝，my house 我的厝，household 讲家人或者家族，对 house 来演变个厝的人甲即个家族。所以上帝伫世间用伊独生圣经的保护起做伊伫地上的家，就是教会。但是咱想看卖啊，即个家伫诗篇23篇讲。我要一生一世住伫天父上帝的厝，愿咱拢有安尼的心愿，诚做基督徒的咱，礼拜日就是以教会诚做咱的中心。周间的聚会，咱嘛当以教会诚做咱生活的中心，因为咱的教会有分享喜庆，有侪咱会当做伙斗阵的所在吼。韩国人，你若看韩剧吼，因定咧讲一句话叫做乌里，乌里就是我们的意思啦，乌里，听讲乌里欧巴，乌里我的爸爸啦，乌里欧巴，乌里是我们嘛，乌里阿爸应该是我们的爸爸才对嘛，乌里阿爸但是毋是乌里阿爸是我的老爸，所以韩国人讲乌里，我们内是我的意思，这是没有敬语啦，没有敬语敬物，所以韩国人用乌里来代替迄个内，代替迄个我，就是讲用这个乌里，代表迄个甲我较亲密的人事物，所以讲乌里集我的家，甚至讲乌里教会，我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是乌里教会，我的教会所以因是用我们迄种有认同意识的这种习惯的用语。所以你若看韩剧讲乌里啥物乌里啥，其实是咧讲伊家己啦因为韩国有一间银行叫做我们银行，叫做乌里银行啊但是想看卖啊，意思就是讲我的银行我的厝，我的阿爸，所以韩国人韩国。因种集体生活，对伊的语言安尼就看会出来，对伊的语言就看出来因是安尼咧认同因整体生活，公司的生活，还是工厂的生活，还是迄种组织团体的生活。刚才咱台湾人去到国外，你就会真明显看出来，日本人也是韩国人比较较团结。台湾人就比较像一盘散沙一样所以想看卖啊，咱教会教会不论台湾有教会，国外嘛有教会，有真侪兄弟姊妹其他有美国信主，因为美国是一个用上帝的信仰诚做因的起头的国家，有人到国外伫国外信主，
捌有分享一段故事无？哦，一个韩国的教授去到美国，本地礼拜日拢去拍高尔夫，因为囡仔去参加这个圣诞节活动，伊怎飞去有无？伊讲这叫做美丽的开始，美丽的开始。后来才变做基督徒信主，伊嘛认真咧宣扬福音，因为伊的信仰，伊的信就是一个见证。因为原本是一个迷信的家庭，但是后来变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保罗先生嘛是，保罗先生是一个太基督徒的人，最后变做一个为着主顺道，为着主顺道的使徒。所以咱想看卖咱假是爱有这个连结的关系，咱叫做兄弟姊妹。所以有的教会请家己教会的兄弟叫做家人。有的教会一定甲兄弟变做是家人的这种概念嘛。所以伫北上第一道入来人拢是亲情，拢是兄弟姊妹，敢毋是？所以讲有你独行教会是我的独行教会嘛是我们的独行教会。所以咱用这来思考过去捌讲一个咧，就是讲较早全家就是我家，是一个广告词。后来有人入去讲迄拢阮兜的。但是你想看卖在座兄姊妹，你有思考，你有头壳，咱应该袂安尼去做，去共白食白啉。讲迄是恁兜，到尾即个口号嘛无去嘛毋敢去用今日大家拢走去迄间便利商店，讲迄拢阮兜的。咱想看卖其实这厝也是兜，也是家也好，较重要的是迄个关系连结，较毋是迄个物质性物质性的连结。过去虽然咱有受到美国的援助，迄个时代有天主教会、有基督教会，因为安尼来信主的人大有人在。即摆还阁有因的后代还阁有伫教会。像是咱迄时是生活困苦，美国援助这的物资，毋知要安怎发放，透过教会来分牛奶粉、分米粉，分这二手的衫裤，互人来教会来得到安尼的信仰。是迄时阵有人有安尼的心态。要得到迄种善良送向的生活，会当得到迄种免费的物件。宣教师来设教会时，是先做礼拜，做礼拜了后，才来后壁看医生。迄叫做马雅各医生在传道的方法，一开始方法，差不多2个月尾。伫府城就结out车本岛才互你看病毋免钱，只不过做礼拜。总是迄阵汉医上去，讲这洋人的医生安那刣囡仔也是安怎摕骨头去磨做药粉，安尼来侮辱宣教师。咱想看卖教会，咱台湾的教会初代咧起造的时，是用这个宣教师。以及了后，咱因所培养本土的宣教师真做牧者，安尼延续到今仔日咱的教会。所以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咱想看卖，咱伫教会，咱要做伙行动，读圣经、祈祷、礼拜，这种是一个行动。咱嘛做伙活动，咱周报有遮侪活动，有退休会、有灵修会，有生活营，咱阁有野外礼拜，10月中咱会出动，咱有报佳音，过偌济个礼拜会主日，咱咧报佳音，有做伙运动，咱有关怀据点，有健康促进班，才会会当去跳一下赞美操，搁较好。有诶教会就伫咧路边跳赞美操，所以咱想看卖，教会是一个爱叮当的教会，咱的家嘛是爱10个做伙叮当，因为这个活动。是咱拢做伙参与伫内面。但耶稣伊到伫耶路撒冷，每年3大的祭期，因到伫耶路撒冷咧雕像，伫遐毋是敢若1天2天迄是祭期上少爱7天所以迄当时耶稣降生的年代，因为有人已经搬出犹太地，搬搁较远的所在，因无法度来1年可能无法度来3摆，因只有选择。搬过节，因为迄个是大家拢认同，
大家拢会较想要去遐过节，就是纪念上帝怎样引带因离开埃及，迄个搬过节。因为足侪人拢特别选搬过节当去过节，迄是耶稣的时代，因为迄就是有人住较远，可能有人搬去到非洲的北边，搬去埃及嘛有可能。这四散犹太人，因就特别选搬过节来到圣城来过节。所以伫耶路撒冷迄天啊，迄时段犹太人特别多，所以毋知爱找啥日较找着耶稣。所以咱想看觅伫耶稣迄个年代，逐个人安尼雕像，虽然到尾圣殿也被毁坏，到现此时圣殿只有剩一片墙，可能犹太人伫遐咧祈祷，把这祈祷词设伫个城迄个石城石城门石的城墙石这棚内面。咱想看觅，犹太人到呾，伊嘛是掠圣殿是因迄种敬畏敬拜的中心。是咱基督徒教会分散了后，是咱教会嘛成做一个神圣的所在。解经学家阿佛就讲，犹太人年满12岁的查甫人叫做法律的囝，因为因12岁了后，就爱受法律的约束。所以12岁你就爱修这个搬过节，搬过节。所以当因修满这期，因毋知影讲耶稣要搁伫耶路撒冷城，怎伫遐咧找？因可能去问人讲，你有看到一个穿啥物衫？这个外面的特征安那囡仔无？差不多约了12岁，安尼问，因咯。先为对问，为伊亲戚朋友问，为因甲因做伙行的人问，甚至迄个人足多吼，问。所以伫雕像的人，咱看到即个信仰的团体，信仰的路嘛，毋是绝对一个人咧行，信仰的团体是一群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你会记得一个人咧行足紧的，话行就行，话停就停，但是你边仔来，若无边仔同伴真紧，你就会停落你的脚步。教会礼拜毋是你一个人来，结束了，佫一个人转去。如果你若是安尼情形，兄弟姊妹，我毋知你活了足孤单袂？爱有团契生活，这是甲人关系连接甲互动。安尼才会当互你的信仰的关系更加延伸更加伸出去，更加跨出去。那是讲你要扩张你的账目吗？你要扩大你的账病，你的乞仔爱外，乞仔就是迄银钉啊，圣经用这个来讲扩展，扩展。咱想看觅犹太人，对一个人到整个的家庭，到整个的家族，到整个的宗族，到一个国家的领导，教会嘛相款，教会嘛相款。咱对咱的家庭，对咱的家族。有的人是规个家族信主，有的人是规个宗族信主，到安尼，咱拢是这个国家的子民。所以伫咱信仰关系延伸对看犹太人，去雕像的，毋是敢若约瑟甲玛利亚，有真侪伊的亲人，也是伊的宗族，甚至是若是犹太人，因这期倒来耶路撒冷城，有一个民宿叫做上帝的家。伊和上帝的家，伊民宿的名真正叫上帝的家，真正有一间民宿内底住啥？到底是住头家还是住上帝？我是讲这上帝的家内底住上帝啊！但是耶稣甲咱讲，只要你若实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甲我的老母。这段圣经才有人咧，就是咧问耶稣，你的妈妈伫遐？但是耶稣讲，你只要会当行天父上帝旨意的人，你就是我的兄弟姊妹。所以咱想看觅人有当时看重新业，看重但是主是看重咱内面。有当时人看重迄个血缘的关系，总是主看重的是安那，咱有照伊的旨意咧行无？若是有照伊的旨意咧行，就是咱的兄弟姊妹。
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照主的旨意来行，来行出来，来行动出来。咱信仰绝对不是一个人啦，信仰是爱有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大家陪伴。教会爱发挥天父这个家的功能，所以经文这第9节讲，耶稣讲，我敢得爱，你敢唔知我得一定爱伫我的爸厝吗？我讲过一个，就是莎士比亚，伊少年拢参加教会，伊也无读过足深的册，无有足深的学问，无读过足悬的册，无足深的学问。少年到都市，成做一个小小的演员。后来伊开始有这个灵感，开始写剧，写剧。伊的灵感来自对，原来伊细汉拢去教会，这是少年时代所累积落来，这个知识财物、牧师的讲道等等，这个变成伊的灵感的泉源灵感的泉源，后来变成一个文学大师。所以教会要有教育，要有培养，要有团契的生活，有服侍，嘛要有造就。为教会讲，因咧兴起青年领袖，咧兴起青年的领袖，会化10年了后，会徛伫台顶的人，20外岁尔，真少年，咧30外岁，咱一步一步安尼徛起来。所以讲教会要兴起咱少年人。咱互因有即个平台，互因真做领袖，培养因愿主帮助咱顶礼拜牧师去开区会啦，开会开了，我还蛮感慨的啦。我看到因咧讲，因牧者咧个分享因牧会今年做啥，我心有一点寒寒的啦。60个囡仔，我想讲，我拢头拢咧，我拢唔敢。阮青年带出去，生活营，民宿包栋，民宿包栋落来，当然各有各的长处啦，各有各的优点。就讲，叫上帝帮助咱，咱咧后一代，亲像耶稣咧12岁，爱培养这少年人。爱互这少年人，因伫教会，毋是干出去活动啦，爱造就因，爱培养因，爱有因的生活有一个方向。教会是因为耶稣才得到完美才得到完美这个格里汉，伊咧报道，伊到无数间的教会讲道，了。有一届礼拜煞，有一个信徒来找伊讲，格里汉牧师，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介绍一间好的教会？敢会当请你替我介绍一间更较好的教会，互我去？但是格里汉，伊个比你更较含啦，伊个比迄个英文啦，你若记袂起来，就比你更较含这格里汉牧师讲，世上无有足完美的教会，就算讲有嘛，因为你里面都拢无完全拢无完美啊。那亲像我去嘛，变做无完美啊。所以咱是一个无完美的人来到教会，三甲自责啦。连格里汉嘛，毋敢讲伊是完美啊，伊讲有啊，你去嘛变做完美，那我去嘛共款啊。所以咱伫遮组成教会，互相称呼兄弟姊妹伫教会的人，咱毋是口号会相听。三亲是爱亲像一家人，只要你踏入去教会，就是教会一份子，伫这三厅的内面来互相连结。咱来到天父家，咱想看卖亚当夏娃，因为罪，甲赶出爱甸乐园，因为自开始就失去迄个祝福。到伫教会，咱重新来领受这份福气，就是天父赏赐互咱的家。愿主帮助咱。互咱知影讲，伫教会，咱爱彼此有侍奉服侍，爱有彼此相听。求上帝帮助咱，因为上帝赐予咱教会，这教会就是伊伫地上，就是伊的家
爱感用安尼来感谢，同心来祈祷。祝你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到圣殿，伫遐来听经学师的教导，以及伊的聪明，互其他人看到真着惊，讲这囡仔哪会遮尔有智慧？主啊，帮助阮，阮嘛爱当用安尼来教导阮的细囝，互伊伫教会对细汉开始来培养因，安怎互伊无离开上帝？安怎无互因无离开教会？像是阮知影讲，因若去到外地读册时，要安怎伫外地去持续基督的信仰，以及怎样伫外地有一个稳定的教会，嘛求上帝帮助阮的教会，彼此合一相听。阮拢是无完全、无完美的器躯，无人敢讲伊伫即个所在是完美佮完全。阮是有气角，也是破碎，也是破裂的器具。主你拢听阮，主你拢互阮伫即个所在来互相结连，诚做笃行教会。望上帝你施恩也听阮，互阮有主你的听，常常甲阮同在。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咱起日来唱会用的诗，圣诗第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是平安真得意，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当比，心里条条欢喜，今日主他把你救离开。下面请陈雅安执事甲郑淑胜执事担任今仔日的司礼。
伫报告大声，咱先来读本周金句，请兄姐编开周报第3页。本周金句我先读一遍，兄姐煞接对我读2遍。本周金句，耶稣应讲：恁若着找我，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路加福音2章49节，请。耶稣应讲：恁若着找我，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路加福音2章49节。耶稣应讲：恁若着找我，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路加福音2章49节。本周甲下周的事项表，甲咱时间的聚会表，拢刊登伫周报第2甲第3页。请咱有担任时间的兄姐弟。周报第4页，咱先来看小会公告第1点。咱本会接纳詹玉儿姐妹，伊是伫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目前是读2年吼，伫本会实习。伊实习的时间是对2025年9月，甲2026年的6月。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咱兄姐为着学院的事工代祷甲奉献。第2点，本主日是九二大地震的26年周年，咱伫礼拜中为这个周年来献唱。愿主的安慰临到现在还受到影响的家庭甲百姓，嘛提醒咱着爱时常存着这个谦卑的心。为咱台湾的平安来祈祷。第4点，9月28，也是后礼拜日下晡2点，伫咱本会中，咱是中会商年部甲佛摩萨圣乐促进会为联合主办这个圣乐观摩音乐会。咱本会圣歌队也伫当日受邀来演出。咱欢迎兄姐伫后礼拜拢有法度出席来参加。第5点，上主的恩典咱伫10月4号下晡3点，咱本堂有举行林炳云执事甲尤乃琪姐妹因的这个结婚感恩礼拜。咱非常欢迎咱所有兄姐拢法度伫当日来参加，来甲因祝福。第6点。10月19日，本会举行这个伫苗栗西潭教会的这个野外礼拜，报名费一个人是300块报名的时间甲今仔日截止，咱有关怀小组的组员是咱的组长报名若准讲无编入这个关怀小组的会使直接来这个行政办公室报名，报名的时间是甲今日截止第8点，咱行政干事尤安琪有请这个特休假，到9月30日。休假的期间是请咱的云珍姐妹甲允琪姐妹代理伊的职务。关怀协会消息，9月24也是后礼拜3协会有举办参访这个中泉社区关怀据点当日伫8点50，咱伫教会集合出发，请兄弟注意第2点，10月9号，下晡1点30分到3点伫1楼副堂有举办这个唱歌基础班，若有想要报名的兄弟，咱会使这个协会罗伊姐妹来甲报名。第3点是这个健康促进会甲乐龄教室新的一季的课程是对10月到12月开始上午9点30，每一届的课程是9点30到11点30，费用是一个人拢600元请咱有要参加乐龄教室的也是健康促进会兄弟这个罗伊执事来登记。缴纳这个费用。
具体关怀的部分吼，咱所敬听的这个献用兄吼，伊伫9月16蒙主恩召定伫9月27上午9点，伫这个私人的这个慈恩会馆伫这个东大路的路口行较内底遐吼，不是公的，是私设的慈恩会堂吼，举行这个对书告别礼拜。咱若有要参加，需要搭福音车的兄弟吼，伊第一日主日礼拜结束了，到办公室来登记。咱当日是下午8点，咱伫教会集合出发。其他咱迄个身体欠安的吼病痛，咱今日搁请牧师为咱代祷吼。咱先来看第5页周报团契消息。妇女团契伫本主日的上午11点20，伫1楼妇堂有聚会吼，来邀请兄弟参加。第2点是社团团契，因今日伫上午11点20嘛是伫1楼妇堂嘛是有聚会吼。第4点主日学伫9月27，主日学因有要举办这个南洋天文馆的一日游吼，当日是8点20伫教会集合报道，8点30分准时出发。请咱有报名的兄弟吼，甲家长吼，注意到咱周报刊登的内容。咱跳对这个双年团契第3点吼。10月5号是咱双年曙光的纪念主日吼，咱邀请咱所有客友参与伫这个献诗的活动吼，献诗的内容是刊登伫周报内底。当日8点45分，咱伫教会集合练唱，希望兄弟拢使踊跃来参加。11月5号，双年团契有举行这个台南一日游。主要要参观是这个台南神学院吼，教会公报社。客友要参加会使用这个方位指示来报名吼。费用甲详细内容拢刊登伫周报内面吼。咱顶个月的收支月报表，顶一礼拜这个奉献的明细拢刊登伫咱周报第6页甲第7页。请咱兄弟看周报所刊的内容吼。总共有这个5顶楼顶，请兄弟这个财务部长来欢迎。下面咱请陈牧师为咱回来所有事工甲家庭来代祷。介绍新朋友吼，李素茹还是李嫩茹？李姐妹在吗？有伫个无？好无？赖秀珍姊妹。秀莲长老的小妹有伫遮无？秀珍姐妹赖秀珍，甲伊的家属共有3个人，好欢迎。下面咱要做伙三角来代祷，咱同心来祈祷。跳台主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为着阮所敬听的献用兄免做你温调，安歇主怀，等于到伫天的祖家。愿主你安慰列小姐甲伊的囝儿逝世，安慰伊做因的心灵。愿主你拭去因的目屎。相信阮嘛恳求主，甲这礼拜6的个别礼拜，同在，互阮做伙参与来对事个人，嘛恳求主你带领因带因的囝儿逝世，安怎转来到伫天父伫上帝的伫天父上帝伫地面的家，恳求主帮助阮，阮会晓讲安慰的话来扶持因、帮助因。那嘛，阁有会晓用听来听因的心声，帮助阮。住伫病院的兄弟，上帝你甲伊同在，特别为着金明兄助你帮助伊。阮知伊是你所定着
扶持的行义，帮助伊伫即段时间身体也有侪遮个所在需要助力来扶持帮助伊。麻烦上帝你甲碧珍姐同在，帮助即个家庭。我们将所有病痛兄弟姊妹落艰苦的，拢伫主你的手中，主你亲自来医治甲帮助。嘛为着阮即个礼拜三、礼拜六，以及后个月也话礼拜，阮出外主保守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拢出入平安，帮助阮。特别伫关怀协会伫社区遮活动，帮助阮，要怎样做福音的传播者来宣扬真理，上帝甲阮同在，帮助阮。愿上帝你施恩伫阮所有阮的教会所有的团契，帮助阮，阮伫教会得到造就，得到培养，相信嘛有火热心志服侍人，嘛服侍教会。愿主来坚固阮，阮的教会是明主你施恩疼痛的教会。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行平安礼。咱来做来行平安礼，互相来请安。我用主的爱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咱听这做伙来唱未变诗，煞接请牧师为咱来祝祷。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咱现在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整大家三个地地对这事直到永世的不尽，阿门。这请坐绿岛
咱伫圣殿殿甲结束了后才离开。